迈阿密马林鱼今天在主场迎战芝加哥小熊，陈伟英后援2局被敲3支安打，失1分，防御率稍降至 18.00。虽然陈伟英近期表现不佳，但马林鱼队总裁希尔表示会再给他时间。陈伟英昨天于延长赛第14局上场后援，1人出局后先被敲出3垒安打，再被敲2分全垒打，头1局共掉2分。陈伟英今天再度登板，于第8局上场，一出局后虽然被敲安打，但以双杀结束这局。第9局陈伟英续投，先投出保送，再接连被巴艾兹、Javier Baez、康崔拉斯、Wilson Contreras 敲出安打，失掉1分，最后用3振滚的球抓下出局数，没有再掉分。总计陈伟英后援2局，被敲3支安打，投1次保送，1次3振，失1分，防御率从赛前 23.40 稍微下降至 18.00。马林鱼此战先发投手理查兹 Trevor Richards 投 4.2 局就失5分，而马林鱼打线仅于第2局及第4局各得1分，中场以2-7不敌小熊。迈阿密先驱报 Miami Herald 今天指出，虽然陈伟英在牛棚表现不佳，但马林鱼必须长远来看，如果现在球队的先发投手遇到受伤或状况不佳，要有一个备案，那就是陈伟英。马林鱼队总裁希尔 Michael Hill 表示，我们会继续给陈伟英时间，还有提供让他成功的武器。他之前在大联盟是一名成功的投手，我知道他会帮助我们赢得球赛，让他走回正道是我们的工作。